好，又到咗六合彩嘅時間。今日係11月25號星期二，由我李子晴同大家主持第125期嘅六合彩幸運二金多寶現場攪珠。我哋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1億5685萬。由於連續7期頭獎冇人中，今期係幸運二金多寶，估計頭獎基金高達6800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235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咁喺攪珠之前，先同大家介紹下今晚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羅仁禮 MH 太平紳士，以及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佐敦谷街坊福利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郭美珍女士。歡迎晒兩位，同大家介紹下受惠機構。佐敦谷街坊福利會於1967年成立，本住關心長者、服務耆老宗旨，鼓勵長者發揮潛能，服務社會，喺社區安享晚年。服務包括康樂活動、義工、護老者及認知障礙症服務，與持份者推動長幼共融精神等。9月份開始創辦識唱，係香港首創認知障礙症長者合唱團，透過音樂體驗減緩長者腦退化症狀，減輕護老者照顧壓力及提升大眾對認知障礙症嘅了解，建設一個認知友善嘅環境。詳情或捐款請瀏覽該會網頁或致電27583113查詢。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將舉行，大家可以喺電視機熒光幕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開始第125期嘅六合彩幸運二金多寶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7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17。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8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48。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5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35。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8號 ，and draw number is 8。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都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1號、2號、17號、35號、37號、48號，而特別號碼係8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投注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多謝今晚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羅仁禮 MH 太平紳士以及郭美珍女士，唔該晒兩位。喺度提提大家，喺節目完結之後大概15分鐘，大家就可以開始